湾这婚姻火马顶溪里启发妈祖经对咱乡会顶层以外，经到服侍5位文昌夫子，当年拢启发这个妈祖经拢会办文昌的祈愿节。明仔载这项祈愿节有真个祈福活动，嘛开放就调这个妈祖园区，和大人囡仔去参观。好尾镇启发妈祖经一年一摆文昌祈愿节会伫咧明仔载举办，但年祈愿节拢会照古例办理。4月4号上午9点，我们会恭请我们的文昌夫子，然后我们有一些朝拜的仪式。启发妈祖经伫咧好尾镇顶溪里，庙内底除了妈祖香火真旺，嘛服侍5位文昌夫子。那学生啊，民众买当来遮参拜祈求事业顺遂。欢迎全国所有的做生意的也都能够来这边参拜，让生意更加的兴旺。4月7日文昌祈愿节活动时间点是伫咧下晝9点到下晡4点，中昼休困1点钟。迄天嘛特别将过年照开放的石雕妈祖园区开放予民众来遮参观，欢迎民众规口罩做来遮参观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